呢盤呢隻三層種法啊，一路搭高去。今年嘅大果就係呢盤啦，非常好啊！呢個大果醬，仲有呢邊，應該就呢一個最大嘅啦。今年打破唔破都好耐。好，今年嘅番茄王就誕生啦，就呢一個啦，同埋一個小巧妙嘅嗱，呢一個咧，你睇下生長得幾粗壯。之前收咗4個大番茄噶啦，嗱，今日咧就影下影相，咁樣佢啲番茄。我要細細呢棵唔係嘅，呢個係另外一棵嘅。總共有13個50升嘅盤，呢個咧就70升嘅盤。呢度咧用盤種咧有一個好處，就可以將嗰啲泥土個邊咧嗱，咁我哋可以攝啲骨肥鉀肥落去，更加吸收。你就唔使擔心佢吸收唔到個底質。呢一顆意粉茄咧就第2輪啦，食有一個熟啦，第2輪都嗱，呢都有成17、8個，上邊都結緊個，OK 今年。